个步骤哈。那现在我就拿那个最长的做我们的底。原先我已经帮你们打底了哈，直接编上去了。是啊，可以吗？编上去。还没。等一下啊。会做的，我看高老师应该是很会。哎呀，编的。我怎么会编这种的啦？真的哎。好，是的。不要照到我们，人家说你那么老了，也是那个。对，秒睡饱的。长的跟短的，我做题，我现在示范给你们看哈。然后就是对折对折。长的跟什么？长的跟短的对折。稍微我先示范这个，也是一样的步骤哈。来这边看不懂。你看，这长的，好，再来第二条。一样对折，左边右边刚刚是中间的啊哈，现在我换左边的一个。好，三条一样的那个编法，你那个底下的。接上去也是一样的编嘛，全部都一样。那尺寸呢？要4。那个尺寸。那什么尺寸？它有那个尺寸。这个是9米的框。9米吗？哎。那就是这个蓝色尺框。因为它这个要算。9米宽。哎。对，它9米宽。6米的是这个。米是小的。当然是很短，那个比较不会说很宽啊。你看那个9米的就比较宽啊。9米的你算哪里？它底部是吗？它那个底部的线，对啊，这个线的宽度多长？多长？它那个是38米吧？ 38这个。那个28米。一个38，一个28。长尺寸呐，尺寸。对啊，尺寸。要不然我们回去都不知道。然后，好，这个编好了它的中间的，然后开始也是一样，左右开始对折。都是对折哈。第几个才要编那个颜色？等一下，我先编这个颜色。那个颜色每一个人的颜色都不一样，但是做法都一样。哎，那个颜色是我帮你们自己配好的颜色，但好不好看、喜不喜欢是你们。哎。就是大概做到第几个，然后第6层。第6层。哎，我现在做底是4条而已哈。4个格子，1、2、3、4。那现在我先编第1条，哎。一样的做法对折哈。对，好，这边一样，左右。是吧？
对，是 V 型的。没有，先生。好，你看，然后再来还不够，还有2条，它总共要9条，哎，就是这边，1、2、3是横的，上去的，9条，哎，一样做对折左右，开始编。这里看得到吗？说他们，看不到。你们要放到前面看了。老师现在没关系，我先示范这个，等一下到你们那个步骤的时候，我再慢慢教你们哈。我先做那个底，就是你们现在已经编好的那个，那个颜色自己搭配是不是？我帮你们搭配的不。是，我说如果说我没有看你自己的颜色自己搭配就会。当然一定是你喜欢的颜色。怎么会是一个长一个短呢？这个长的是做底的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为什么长短？因为我已经帮你们剪好了它的尺寸，才会这样。哦，然后好了，我们做好了，然后再来第2层，第二层是指哪里？就是这个啊，1、2、3、4，那个是一层是吗？就是你的底呀、你现在的底不是已经做好了吗？哎，现在教底。因为我头脑比较慢。好，1、2、3、4，哈，有没有？我都帮你们剪好了啦，那个已经做好了，没有看到。好，这个呢，这个呢，要接第2层的时候，你看这边，先量它的有没有长度，然后这边折，折，然后才开始去接你第2层。对，有没有看到你左边的，你自己的有没有一样长？哪里？这个。很短的那个。这个。Yes。好，就开始编下去。去前面看。我们去前面看。它还没。也是可以一样的。这样。绕。等一下的做法都是这样。可是万一接错了。不会接错，我已经最难度已经帮你弄好了，等一下都不会接错，除非你不知道怎么接。速度太快了。啊？还要慢一点，因为我要。赶时间。没有，怕时间不够。其实啊，你只要教我怎么弄那个方法，像你那样，那样就很感谢。你看，没有，我们就接知道错头了，等一下。下一次就知道。是太紧张了。等一下，你一直问我。是真的是这样啊，就是刚刚长短有没有？我刚刚不是有。漂亮哦。等一下哈，等一下。应该像我们这种比较小。这个做没有，起来这样因为子啊。它的是6米的宽度，6米的宽度的话要编10层，那这个的话9米的宽度要编6层，不用那么多啊。来看。好。看嘛。这个老师你看，你看，可以。来，等一下好吗？没有，老师爱讲话，你先坐下了，别那么紧张。你看老师编错长短，等一下哦，再来一次好了。不是，我要写。来，你看接的时候，这边嘛，长，它这里折，好，然后再来长的往里面，不要像我外面，像我们，然后来这边，长的，好。
不是那么简单。好，你刚才折的直接推下来，我的长条。哎，直接跟老师买就。像算那个尺寸接上去对，嘛。长的要过来呀。老师，你用慢动作了。老师吗？对，你用慢动作。你只要叫一个动作就可以。我就折哪里？没有，往里面内折，然后再来转，这样我会松哎。用旁边的转吗？我等一下再教你们，我先编到你们那个步骤好吗？这样子我们的1个小时就不见了呢。不会不要把我们想的那么聪明。对，你只要你知道就好了，只要有录影就好了。现在我们就从这边开始。对。你刚刚那一条哈，往里转。因为你一直要做到这个的时候，那我就一直等你到1个小时。绕回来，然后你的手压着，把它推上来。你的这个有没有压着？大拇指压着，把这个你刚刚绕的那个线装进来，勾好，再压，再一次，再压，然后推，拉，好不容易是那个吊饰，好了，你看啊，可以往后面转。对，一样，然后再来转一次，绕，然后再绕。我是左边，剩下的几个线啊。不是啊，就是加这个线啊，不是。一样。对啊，就是它还要再一条一条。然后再一次绕，所以一样绕。不要拿哪里的，抓哪里的。旁边的绕。转左边，转你要压着，怕这个线会松啊。你要用紧的话，你一定要压好，装进来，再压，一样。你要拉才会紧啊，调整，你慢慢调整，好没有？好，再来一次，再来绕，绕，然后拿哪里的？等一下，绕，你先拿着这个，然后压着它，压呢？这个，绕那个，然后那前弄上来，对上来，压，压，好，装进来，装进来，好，再压一次，四方，把它推，然后拉，有没有？这边紧了，然后拉紧了再压一次。好，这一次。那旁边的哈，就这条啊。就拿这旁边。你先不要。啊，我先看。转这个，绕，好，再来绕它这个，对，好拉，好，这个推上来，把它装在中间穿进来，穿进来，哎，把它折，然后现在调整，推还是拉，好再压，拉紧了，有没有？10字，好再杯垫也是可以做这个哈。啊？杯垫，什么？杯垫，杯子的垫。可以呀，看你自己的创意呀，压现在就的。一直做这个动作。对，都是做这个动作，很简单的。好，再来第3条，一样哦。好，来接它，对，这个这4方块有没有？好，把它拉起来，看它的长度多长，然后好对着，一样，然后往里面，长的往里面，不要像我刚刚短的往里面，结果太短了哈，然后再来放下面哦，放下面转，然后再来用上去，要管，然后穿进来哈，然后这样压着，我刚刚讲的，好推下来，让你的那个不会跑掉，线也不会说有的短有的长啊，然后压着 OK， 然后再来第2个，一样重复，都是一样这个步骤哈，是我看清，好，看很清楚了吗？还不知道，等一下。
那个以来，它的那个角麻烦一下。好，蛮想等一下啊，你有没有那个？第3条了，一样的动作，木头是比较好的，那转，再转，哎，类似那种方式的话，其实也可以，它做的地方用其实也是可以。好，我的木板不是像你，像那拉，再来一样转，就这个不会漏，然后这个这样。对，对，然后再来呢，这个是往内转，是往外这样装进来，就装进来。装进来呢，对呀，不是，推。把它压住，哎，压住之后，你把它这个大拇指压着，这个调一下。推，其实的功能。好，一样压着，反正就是压着，怕它会跑掉，会松掉，然后呢，绕，然后呢，这个呢？啊对，放进，哦这样子抓进去。然后这里拉着，一样压着，好，再来转，放上面，因为记录了，推那里面。上次也是上错了，本来要上那个，好，结果上到这边来。好，放进去。对，会了吗？看就知道。好，给我看一下，很好玩呢。绕，哎，往上，然后再装进来，然后压，压着对，压。还是要跟拼在一起。对，哎，你看压着，好，对，那好了，好，然后第3条，开呀。第四条了，就加第4条了啊，这边呢？对，先做出来，然后转到里面，到里面，长的在里面，长的在里面。对，然后那为什么在这边呢？哦，就这样进去。你短的话到这边就没线了，哎主要的功能就是好我跟老师你看讲，它长的在上面，对，学生短的在里面，那个在外面，然后长的在里面，好，开始。对啊，那样不用那么多工具了，只要用劲。一样，把它推下来，要不然会不够长。一样，好，接就是这样接哈。对，接上来的时候就是这样接。好，再来一样的步骤，转，上，推上去，钻里面，调，压，压，推，拉，推，拉，再来拉，紧了哈，对不对？然后来这一次，绕，往上，往里面穿过来，压着，好，再来推，拉，好了，很紧吗？对不对？再一次，有口诀的吗？出来了吗？有了哈，没有，转，没有，他就说转拉拉这样而已。好来，不是转哪里，讲的哪里。好，来，好，再来这个，转，绕，好，往上，再来穿进来，进去，转到再压住它，好，调整，拉，有没有？对拉拉，转哦，有没有？转然后上，推上来，然后往里面压住它，然后调整，然后拉。知道了，知道怎么做了。然后转拉，不是好了。所以你就会了，不用干了。这样我不能做3股边4股边吗？可以，好不容易手工会做先把这个学会再来。为什么一定要那样？你4股3股边动那它的么大，颜色会不一样。妈你会跑出来。没关系。你要做那里，
你要做内里，妈，你会你要做内说这里啦。个会带老师再一次吧，一罐槟榔就够了。好，等一下哈、好，第四层我们完成了，好，那开始要加四层完成了哈，好，再来，长的还是短的？先第一个要加。还没，我这个做完就直接教你们的，直接跟你们一起，还没完成。好。好，你看哦，来，长短不一样吗？对不对？左右长短不一样。好，我们拿长的在哪里？这边左边啊，左边，好，长的，好，开始步骤了，它的哪里？你看线啦，哪一个最长？这边哎呀，对呀，左边，好，往这边啊，开始接上来，做它的脚。你现在不是有脚了吗？哎，做它的脚，好，我们还在加放脚到好，从那边开始做对，它的颜色，中间啊，从中间不是旁边吗？中间，刚才那个是旁边，但我们有做脚，来，好了，好，我们开始绕，哎，绕，做它的脚。一样的编法啊，待会也是这样子做哦。啊，你看我会编，不知道从哪里编。有没有？这个再开始。好，再来把这个编好的绕它，好，再来推上来，装进去，然后压着，调整推，拉，好，再来一次，是不是很紧？好，再来一样啊，绕，好，再来转，啊，老师，啊，你不怕你指甲会坏掉？已经坏了，然后推，拉，好，然后再来一样的步骤，做法都一样重复哈，绕。拿来推，双压住哈，再来。对，我想到等一下那个指甲会坏掉，我就不想做了。然后再来，戴手套，对啊，一样，戴手套有没然后有？有一种是软的，好，软的。好，开始了，脚，这个脚不一样，一样的做法，有一个软的。脚这样拉起来，因为我每次做这个，我你看我都不写边。这个等一下碰到这个全部都流血。对，因为我指甲比较跟下马软一点。脚，看，刚刚拉，你是可以带，要做到4个脚。你是可以带，太好念，那4个角都好。你们的已经4个脚。那个皮肤不适合编织哦。对，你看，你看刚刚我拿的，刚刚我弄啊，贵妇啦，这边绿东西看我你要做那个对吗？对，是我拿的。难怪没有声音。啊，有吗？压住，我，哎，好，拉，好，一样哦。至少说好是这样。小慧，你协会摆摊啊！我第一个去向你买啊。一样啦，我就没有。老师没有声音。一样啊，看，好，转，绕它哈。不用担心啦，老师会帮你。他都已经做到这样子了，对不对？没有，这
知道说我指甲没有，我的意思说知道说我知道这样子编很漂亮，可能要带回家补了。小慧是有那个成分了，没有在看，没有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做。应该是说底打好之后，然后开始教，就是比如说拿出长的线、短的线，然后对对，一个步骤这样子啊。我现在就是要做到你们那个地方还没到。这一层就做完了哈。对啊，老师们其实可以拿那个纸在吃饭。现在，拿一个快的，他怕后面还有人。哎，老师是刚好剩2个。哦，来，对，只剩这2个。一层一层啊。对。会了哈，等一下一样。他开始那边，然后一个一个的。那里。第它的那个角，快到你们那个地方了，最后了哈。来，再来。对啦，这样子拍就好了。没有，等一下看。你这是说在这边，好，再来一个角，这是它的角。看老师的手上好像啊？好像很烫。指甲要掉了。不是指甲掉。小心哦，你们贵妇。真的吗？没有做过啊？嗯，会很粗哦。等一下坏了。我想去接，一直接。我觉得，前面有接线，前面接线。很简单吗？哦，我还以为你很简单，等一下我的就给你做。老师说的很简单，我们看着很模糊。那其实间不够，我就做2层，做铅笔就好了。对哈。对呀，为什么一定要做那个植物染？对呀，我要做铅笔，我不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对。不是做到一半，给它剪一剪藏在里面就。你也可以不要盖子啊。对。我一定要那个。对。一定要那个，跟老师那样子那个。嗯。对呀，我也做嘛，就做2层就好了。那我要收编老师。那样叫了。他直接学收编了。直接叫我收编，我做盘子就好。啊。不要对水果盘，我要做圆形。当盘子好了。铅笔纸收好了。好。对了，一条线。好，完成。对，要跟你们一样的啊，跟你们一样的啊。一条线。最后一个了。看懂了。知道。这个是不是比较难？你们是怎样？对。不想习惯。好，那完成哦。好，我要接它。以后你不是，等一下你们也是要做一样的步骤，把这个头原来的头装到里面，有没有？刚刚有看到。对。等一下。等一下。就是不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啊，有没有刚开始编它的？哦，然后往里面塞进来。
然后再来这个，不要那么剪掉，啊，往这里塞，一样穿过，哎呦，啊，小心手哦，穿过之后，来绕过它这里，对呀，我是过来收边的。长线。收了，啊，收之后压住它。每个都不是这样子吗？不要压也可以啊，直接把它从这里穿，然后往它中间，把它藏起来，就完成了。最难的是哦，底好了，好，我们一起你们的拿起来。好，那我们先拿长哎线、，短线。拿长线，长线。哎，拿个颜色不一样的，看你自己怎么去分你的颜色。长线。Sanito 盖子，盖子，哎，拿长线，长线，拿一条吗？长线哪一条？那里不是只有一个长线跟短线吗？对。哎，拿长线，然后颜色不一样的，看你自己去搭配。对，我按这里，是吗？可以啊，哎，没有。你找那个长的，长的，请问你是白色做长的拉起来，长的这样长的，没有，不可能一样长。哎呦，为什么没有？有长有短，你拿那个长的。老师，那我这样子的话，全部都是白，我的也有白线吗？这个长的。没有了，你那个颜色。哎，有很多颜色，随便来一条嘛。你拉一下有没有长有没有短？拉一下长的，长的，哎，在哪个地方？左边右边，你拿起来。最长的是吗？最长的拿起来。这里，这边呢？长的。长的拿起来就是这个边啊。啊，长的拿起来就是这个边开始。从长的开始。从长的。最长的。有一段有一边的，有一边是长的，有一边是短的，我们拿长的。长的拿起来。那我怎么来？你把它找头在哪里吗？最长的那几只吗？最长。这里啊。对，然后你的手这样啊，拿你的这个右边的底，要把它绑起来。像我这样。哎，对，拿起长的嘛，长的。对，你就这样拿着。嗯。右手摸，你的右手摸，左手拿线。右手拿线。啊！左手拿线，右手拿线。拿手长的线哦。还。从左边变过来是不是？还没听我讲哦。长的拿了吗？长的。好，这只手拿那个这个，然后这只手拿那个线，长的线。长的线不是短的，你的短的。长的哦。好了吗？好，把它弯。一模一样，就看得到。弯。拿着拿起来，看你自己，差不多这么长。啊。差不多这么长。要不要分批呀？分批教。到前面拿起来量一下。对，看你自己了，因为等一下就像我刚刚收尾那个地方啊，要塞到里面的啊。好，这个。先折一段。哎，一小段而已。这样子。啊，可以。可以。我可以。对。你的太长，等一下会不够线哦。是哦。哎，小心哦。哎，不够线。这样可以吗？好。多长看小会多长？差不多这样。可以了。可以啦。差不多2、3差不多3、4公分左右。好，好了吗？好，拿个长的往里，开始对第三个。第三个是哪一个？啊，第四个了。你的颜色不一样嘛？你的颜色就这个开始。你的颜色白的这个开始。白的哈。
你的线呢？之后呢？线是什么？白色，你就从白色。好，我这个是黄的，你从黄的。还是这样拿？这个在上面还是这个在下面？这是短的，往里这里。这样子吗？长的哦。是这个吗？啊，对。哎，对对。我要接这边吗？长的，长的。对啊，第4个。哎，对。我要接那接这边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接看1、2、3、4，第5个。这边了。1、2、3、4。因为你的底是第4个哈。就中间那个。对，中间那个开始。长的往外面，长的往里。第5个。中间呐，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中啦，间好。总共9个。短的在外面，那个长的往里面哈。有没有1、2、3，好，直接放下面去。放哪里？这条。不是下面。 1、2、1、2、3，第5个。下面。好，好了吗？好了。第5个。这个第5个。嗯。这颜色。哎。好。下面。哎。你接了吗？好了吗？下面。好，再来。这个吗？这条第5格的线拿起来。第5格的线啊，第5格的线。拿起来了。都在下面吗？好，第5个的线。对。啊，有没有？好，把它转到前面了。啊？什么？要到这颠倒。下面。哦，要这样子哦。要。这样的。哦，原来这个头要在上面，我一直这样子说奇怪，怎么颠倒？这样对不对？我是这样吗？哎，对，好，好了吗？这样后。是这样子吗？对，好。等一下。绕，对，直接绕。用紧一点，紧一点，等下松掉。绕1次了嘛？绕，像这样绕，有没有？这样绕。我可以了，可以，好。这个要这边是这样子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说是，你先这样弄。对吗？我就说一个往里，这样啊。哎，对对。紧一点。好，来把它弄开，这里弄上来。哪里？原来那个弄上来是吧？这个哪里在这个？这个，哎。哎，方法紧。这里，第几条？第几条？第几条？不是你折的那个啊，条白线啊。你折的刚刚那个。上对，对，长的。江淑珍老师，来，有多的吗？对，拿上。哎，对。往上哦。江淑珍老师。这个吗？好，这个好了吗？怎么办？往上，好了吗？没有，这没有。好，这个你绕的那个线。 25份。哎，老师，你还有多的吗？等一下，在我这里。哦，在你手上。等一下。老师，你先看。可以把那个盖住吗？不是。这个不要超过了，这个不要超过了，这个不要超过了。压着，2只手压着，好了吗？这个太短了，这样子，这样子。你大拇指压它。然后这里就到这一条了。做的时候单独拍。